乡亲啊，继续来看，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新的报道，讲护国神山台积电拍算要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去设厂。台积电是回应讲，目前专注伫现有的全球布局的专案，并无新的海外投资的计划。专家来分析，讲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真鼓励外资设厂，会提供真好康的补助。不过，这个中东地区也伫美国甲中国的中，嘛要考虑到地缘政治的风险。台积电培养美国设工厂了后，即卖个传出有意思被进驻中东。华尔街日报报道，台积电的高层最近遭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评估伫当地设工厂，而且规模无输台湾上先进的厂区。甚至竞争对手三星嘛，同款有这个野心。在外资到当地去设厂，应该会给予相当优渥的设厂的一个条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想要做波斯湾地区人工智慧的领导者，资金是因上大优势，严格想要去因半导体头人，挑战真大。第一，晶圆厂正水真雄。严格阿联的水大部分是海水淡化。第二，现阶段欠完整的供应链甲人才。第三，中东可能是美国甲中国车拼的战场。Washington has curbed the export of sophisticated U.S. chips to stop Chinese firms from using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as a backdoor to access the newest AI technology. 辉达甲卡达的电信商 Ooredoo 今年6月签下协议，准备供应人工智慧予中东各个国家，引起着市场高度的关注。因为美国一直烦恼，中国会透过中东国家冷战，取得防管制先进的技术。台积电若前进中东，就一定要面对着更较侪地缘政治风险。美国、中国以及在中东整个局势比较不确定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变数之下，那么所以到当地设厂，当然也必须要承担一定的一个政经情势以及或者是战事发生的一个风险性。针对中东设工厂的消息，台积电也做出回应。强调自头到尾拢是以开放的态度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公司目前当专心现做是全球的布局，针对海外投资并无新的具体计划。台积电的一举一动，拢将会牵动全球晶片的发展。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